新闻头先先来关心着以色列参伊朗开战已经过一礼拜，伊朗首当伫咧2日暗时小连续传出爆炸声，以色列个放调讲，一直到消除伊朗的核武威胁进程，因拢未停止攻击。另外，欧洲各国甲伊朗的外交部长也伫咧瑞士的日内瓦展开会谈。 伊朗首都德黑兰伫咧当地时间2日暗8点45分，传出连续的爆炸声音，而且伊朗北部也发生规模5.1的地震。以色列甲伊朗的战争第2礼拜，路透社报道，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达诺伊讲，若伊朗的核威胁也未消除，以色列就未停止攻击。因为伊朗的驻联合国大使伊拉瓦尼是要求联合国安理会来采取行动。 Iran is the preeminent terrorist regime in the world. It must not, it cannot have nuclear weapons. That is the purpose of Israel's action, to save itself from the Iranian threat of annihilation. But by doing so, we're saving many, many others. 另外，欧洲各国的外长甲伊朗的外长阿拉奇伫瑞士日内瓦进行会谈。欧洲各国要求伊朗接受零铀浓缩政策，不过伊朗强调，伫咧遭受军事攻击的期间，未考虑完全停止。We were clear. Iran can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and the E3 in Europe have been clear for many years that that cannot happen. 虽然欧洲各国的外长也讲，因并无期待日内瓦的会谈会当有突破，不过甲伊朗面对面接触正重要。因为美国总统川普是讲，伊将会伫2礼拜内决定是毋是要加入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行动。公司新闻新乐会吴其昌编译。